请这大家平安。今日代表台南新南医来甲咱富强教会请安报告嘛，真多谢过去对新南医安尼的支持。对富强教会，我感觉真亲切吼，就是伫过去，捌伫咱富强教会有开即个现代的即个抒琴班吼，就是敬拜赞美钢琴的伴奏。我捌伫即搭遮陪伴即个同工吼，上过一段的时间。今仔日的书会冠廷嘛，是我较早乐团的好朋友吼，我有一个爵士乐团，较早做伙用音乐咧服侍，来到遮的时阵，想袂到上帝带领，今仔日吼，我拢伫圣殿当心咧服侍上帝的带领，是真正真奇妙。透过今仔日的经节，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吼，就是奉献甲供应。毋知已经有偌久的时间，咱毋捌甲咱厝邻的人。好好坐落来啉茶，坐落来开讲，嘛毋知影有偌久的时间，咱毋捌甲咱厝的囡仔、咱厝的人，做伙去出游，做伙去看球。你会通去想是甚物原因，造成咱含厝邻的人、咱甲亲人聚集的时间变少啊？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是因为课业的关系？还是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疏离，我想种种这的原因，拢是因为咱所做的这个决定来造成的。咱的选择也是咱的决定，若无建立伫以基督做生命中的第一位，那安尼，咱甲无信主的人，有啥物款的差别？因为世间的人拢咧追求以自我做中心，安尼来咧做代志，来做决定。咱的选择也是咱的决定，若是无建立伫信仰做基础，咱嘛真容易会受即个世界来影响，伫生活中迷失，偏离了上帝的道路，甚至因为安尼来离开上帝。华人总以为家己是世间上有即个家庭观念，也是上讲究即个亲情、上重视亲情的即个民族之一。但是伫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却毋是安尼。有一个澳洲的人吼，伊咧含即个华人对话，谈论到即个家庭的关系的即个话题。即个外国人讲。恁华人吼，实在真正是真认真咧做工课，无暝无日安尼咧做工课。为着做工课，家囡仔拢交互厝邻的士大人咧照顾。所关心的只有即个囡仔的成绩以外，恁无真正关心因的需要，关心因的成长。恁无陪伴伊去佚佗，陪伴因做伙出去外口来行行的。父母关心的是家庭的收入，关心是因学习的这个分数，毋是伫因的成长顶面是毋是有快乐，毋是伫因的成长的顶面，父母是毋是参与伫因的成长的顶面。伊讲伫短暂的这个生命中间，华人常常借口讲为着家庭来努力来趁钱，但是当你做安尼的决定的时阵，你已经先牺牲了甲家庭做伙的这个时间，无时间陪伴厝邻的人，无时间陪伴囡仔。那安尼你要哪讲恁是上注重这个家庭观念的人呢？的民众呢？所以认为安尼的人只不过是趁钱的这个机器，总是认为伊趁钱是为了家庭好，但是伊讲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当然，这个外国人伊所讲的无法度通去讲是完全的正确，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处境拢无共款。但是伊的话嘛，互咱真大这个提醒，就是人真容易伫这个现实的环境中来迷失。有的人一开始可能真正是为着家庭去努力去打拼，但是久长了后，有时阵会迷失伫这个中间。袂记即当初时努力的目标是为着什么？家庭可能因为伊的努力经济已经好啊，但是伊为着要家己趁个愈较侪钱，
游玩共款安尼无暝无日去咧做工课。所以圣经嘛有安尼提醒讲，就是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伫倒位，卖通去讲你的心伫倒位，你的财宝就是伫倒位。一个人对金钱甲时间的态度，会显出伊所看重的价值是伫倒落。基督徒对伫金钱甲时间的态度，更加佫显出即个人的信仰的价值甲灵命的即个状况。伫今仔日的经节，咱看到就是耶稣坐伫即个圣殿的即个奉献库的即个所在，看正人要哪甲钱来牵入即个奉献箱内底。有真侪人，真侪好业人，就是财主献真侪的钱。一个善香善价的妇人人，寡妇伊牵两个即个小钱。耶稣叫门徒来对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即个善价即个寡妇所奉献的是比正人更较济，因为正人拢是摕因有剩的去奉献，但是即个善价的即个寡妇，伊是虽然家己不足，伊将伊所有的生活费拢安尼来奉献落去。伫圣殿的上外口面是外邦人院吼，外邦人院。这个所在是任何人拢会通去聚集的一个所在。啊，对圣殿的正门入去就是女人院吼，女人院。这嘛是查甫人所会通去来的所在。伫这个女人院的所在，有13个这个奉献箱，其中有一个是祭司的，其他12个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民族、12个支派。因为这12个奉献箱是代表12个支派，啊，所以因会请这个工人会通去起做真好、真水，会通去代表因的这个奉献箱。啊，然后伫这个奉献箱的外口，嘛拢会写着这个用途，就是这个奉献箱，伊是要所收的这个金钱是要为着什么所来奉献？亲像咱今仔日可能有这个信封袋，就是要为着台南新学院来奉献，伊有无共款？即个用途，然后咱来看这张图片，就是奉献箱的顶面，伊所要牵钱落去的即个器具，真像一个即个喇叭的即个形状吼。伊安尼设计就是当钱牵落去的时阵，伊嘛较有即个共鸣。咱知影，互人也知影讲，伊奉献偌济钱伫迄搭内底吼。啊，然后因为是手工所做，所以伊的高度还是薄度吼。是拢无啥共款的，啊，所以每一个奉献箱，你钱牵落，伊的声关键音无啥共吼。啊，所以真侪这个财主伊真好嘢，伊就请着伊的这个萝卜，钱用光的吼，啊，光钱来到这个吼女人院的这个所在来奉献。啊，要奉献的是，伊就先交代伊的这个萝卜吼，交代好啊，就是对一个奉献箱要奉献偌济钱安尼。啊，有时阵是一个奉献，啊，有时阵是相时12个做伙奉献。12个做伙奉献的时阵，咱想就是这个钱落落这个奉献箱的时阵，拢有这个撞击的声音哦。啊，做伙奉献落的时阵，就亲像交响乐共款，打击乐共款，会真响亮、真水安尼，敢若咧合奏安尼，会这个声出来。啊，边仔嘛有真侪人会坐伫迄搭遮来咧看，啊，若奉献较济，有诶就伫遐拍扑啊安尼吼。所以有咱咧讲，这个亲像，即个好业人咧奉献，就那亲像一个奉献秀共款哦，一个表演共款。啊，边仔嘛真侪人坐伫迄搭遐。耶稣当时嘛带着门徒坐伫边仔吼，但是伊毋是甲其他诶人共款咧看人咧奉献安尼咧表演。伊透过安尼咧教导伊的门徒，就是关系即个奉献的态度，以及伊所看重的即个价值是甚物。如果咱要成做一个真正军队，耶稣基督的即个军队者，首先咱要将咱家己财产的所有权，即个主权交转来互咱的主。伫路加福音14章33节安尼讲哦。你无论是甚物人，若无放下家己一切所有的，就无法度通过来做我的门徒。所以伫即搭遮，咱要真清楚知影，人所有的一切，
这个主权是在于上帝，因为咱所有的一切是上帝所赏赐，是上帝所供应的，所有权是伫上帝，咱只不过是受交托。所以，当人将上帝赐予咱，无论是金钱，还是无论是这个文书才能占有，这就亲像是窃取吼，这个上帝所赏赐的这个，互咱的一切这个物件。所以，这一切既然是上帝所赏赐的，咱就无啥物通个好夸口的，因为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毋是咱靠着咱家己的能力来争取，毋是咱有啥物熬的这个所在。所以，咱不但袂通个骄傲，袂通个夸口，更加个爱思考，就是上帝伊赐予咱这个金钱，赐予咱这个才能文书的目的是甚物？是单单要互咱来享受吗？还是伊爱咱来做甚物？第二个就是咱来学习明白这个金钱文书的主权是在于上帝。伫《申命记》10章14节安尼讲：天甲至高的天是上主的，大地甲地上的一切拢是属于伊的。诗篇24篇第1节嘛安尼讲：地甲所有一切拢是属于上主的，世界甲世界，所有遮徛起的人嘛是属于伊的。所以当咱承认金钱文书的主权拢是上帝的时阵，所以当咱每一摆会决定。咱要使用这个金钱，拢会是一款亲像是属灵安尼的决定。伫金钱的使用顶面，每一摆的决定，无搁再是讲我要如何来使用我的钱，要来使用我的钱。咱是变成做主啊，我要安怎来使用你所交托予我这的金钱？伫文书顶面嘛共款，无搁再单单是。我要如何使用上帝所赐予我的文书，还是才能去赚钱？是变成做主啊！感谢你赐予我安尼的文书，安尼的才能，除了帮助我生活以外，我要安怎如何来用你所赏赐予我这恩典、这才能来服侍你，还是来服侍人？当人若真清楚知影，家己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的。就会变成做是一个军队上主的人，并且会利用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一切来服侍上帝、服侍人。因为上帝伊会供应军队者的这个需要。人真容易伫理智心里讲，对，所有这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予我的。但是伫生活的顶面，却常常毋是遐尼容易。通去来做会到，因为人拢是软弱的，所以咱必须要不断提醒家己，咱嘛必须要兄弟姊妹共同来互相来提醒，互相来扶持。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某一个真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是伫上帝所赏赐予咱一切，你为着家己保留偌济。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看到这个寡妇，伊所献的是伊一切所有的，是伊的生活费。但是遐的财主，其他的人，耶稣讲，因是将因家己有剩的来奉献。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上帝所看重人的这个奉献，毋是看人献偌济、献偌少，是看着人为着家己保留偌济。上帝赐予人的金钱，赐予人的这个时间、才能，人是为着家己保留偌济。过去咱看这段经节，咱拢较会看到，这个妇人人伊奉献伊所有的，但是咱也来用咱家己来反省，咱来看这段经节是，咱为着家己保留偌济。上帝所赏赐予咱的遮，咱为着家己保留偌济，为着家己保留偌济，这嘛会通个讲是一个价值。一个认定，就是这个上帝是值得我专心专意来献上，还是将这有剩的，我有剩的金钱，我有剩的时间，我才来献给上帝。咱若看重咱的家庭，咱
咱就会开真侪时间伫咱的家庭里面。咱若看重咱的囡仔，咱来开时间来陪伴咱的囡仔来成长，了解伊的需要。同款，咱若看重咱的事业，咱嘛开真侪时间伫遐来拍拼。如果咱若看重咱的信仰，咱嘛将咱的时间开伫即个甲主三千军敬拜顶面，也是服侍顶面。所以咱要来思考，就是金钱、时间顶面，咱为着家己保留偌济？我是专心来献出我所有主所上帝予我一切所有，还是将即个有剩再过来献予上帝？伫金钱顶面，我是毋是固定有即个11个奉献？还是看到人、机构，还是教会有需要的时阵，我就安尼诚做因的帮衬。伫服侍顶面，我是完全的奉献，还是将即个有剩的时间，才献予上帝？我有时间，我才来教会做礼拜；我有时间，我才来参加小组；我有时间，才来灵修，才来祈祷；还是我有时间，我才来参加教会所办的即个造就的即个课程。寡妇伊将所有一切献上，那安尼是毋是伊就拢啥物拢无啊吗？无错，当伊将即个2个钱伊献上了后，伊真正一切拢无啊。那即是伊所有法度瓦靠是啥物？伊有法度瓦靠就是主上帝。当完全的献上，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伊相信上帝会供应伊一切的这个需要。伫圣经中有安尼应允的经节记载伫这个申命记31章第8节，耶和华要伫你的头前来行，伊嘛的确要甲你同在，伊无放杀你。你免惊，嘛免惊吓。伫过去的即个交通工具，古早时代吼，无即个奥多麦吼，即个无即个汽车，嘛无脚踏车的时阵，是即个吼动物啦吼，就是即个马啊，还是即个驴啦吼，还是伫即个阿拉伯的所在，可能就是即个骆驼吼。所以当即个马啊，伊愿意被主来使用的时阵，这个主人伊会啥款？伊会供应伊饲料吼，即伊的食食，而且伊嘛会替伊整理甲吼真舒适，甲修剪伊的毛会甲修剪了真水。那安尼主人伊就通继续久久长长来使用即只原理，互伊来使用的即只马啊。但是如果有一只马啊，伊无愿意互即个主人使用的时阵，要安怎办？我想主人伊会搁另外去敲找一只马啊，吼来当做伊的交通的即个工具。所以伫咱的信用顶面嘛是共款。当咱愿意献上咱家己的时阵，互主来使用，当做伊的器具的时阵，咱的主伊会供应咱一切的需要。伊嘛会伫咱的生命中来修正，互咱的生命会通过伫即个服侍中。嘛通过来修成长，被主来使用。但是如果一个人伊若无愿意奉献伊家己，互主来使用的时阵，我想亲像即个马仔共款，主伊真正就是爱另外去找即个愿意互伊使用的人，通过来造就伊。所以透过安尼嘛，互咱一个真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当咱愿意来放下一切来军队主的时阵，正做伊的器具的时，伊会不断来供应咱。伫金钱顶悬，正做咱的即个供应。这个供应无一定就是讲，互咱真好嘢，因为伫咱的主导文来的教示，也是圣经真侪教示，就是教义吼的即个稳定。所有教义的即个稳定，就是讲你无欠缺。有的人可能伫即个钱财顶面有特别祝福伊的即个祝福，当安尼时阵，你嘛爱思考，就是
亲像咱一开始所讲的，主管一切拢是在地上帝。当主赐予咱完呢，祝福咱有即个伫金钱顶面的即个祝福时阵，主是要爱咱用这的金钱要做啥物货，要诚做啥物人的即个帮衬，毋是要互咱就是家己底咧，还是放伫即个银行顶面，是要诚做人的即个采用。伫服侍的才能嘛是共款，当咱愿意来奉献服侍时阵，主伊嘛会供应咱一切遮的即个不足的所在。特别亲像咱今仔日有看到咱的即个敬拜团有遮的乐器，伫我家己个人的即个经验，就是当我愿意奉献予主的时阵，伫过去我捌伫咧弹琴的中间，就有即个新的即个意念未来就是我家己过去毋捌有弹出安尼的即个物件，安尼的即个乐句遮个物件，但是伫不断咧服侍顶面，主加添足侪的即个意念即个无共款的灵感互你，每一摆我服侍了后，拢会甲记起来，会去甲整理安尼。所以当你愿意被使用的时阵，伊会加添你教育的即个快乐。所以我相信咱伫咱教会嘛会通去看到有侪侪服侍的同工，因可能对青少年慢慢一直到安尼长大，咱会通去看到因的成长。你愈愿意付出的，你会通去看到伊的成长愈侪。这就是咱愿意奉献的时阵，主伊就会供应咱一切的即个需要。伫即个服侍顶面的时阵，咱嘛会伫即个灵命，嘛是会通去平平做伙会通去得到成长。有一位电视记者捌问一个真好野的一个人就是讲什么代志是你一生上快乐的事？即个好野人伊讲，伫我的一生经历4个阶段。伫第一个阶段，就是看真多，即个少年人共款，就是当伊毕业了后，伊爱去做工课。所以第一个阶段，伊就是努力工作，累积这个财富，累积这个关系。但是伊讲，伊伫即个阶段，伊无得到真正的即个快乐。伫第二个阶段，因为伊开始有即个财富，开始有钱所以伊会开始去买即个古董买即个黄金买一寡迄个艺术品来收藏。但是伊感觉这嘛无法度互伊带着真正的即个快乐。虽然有时阵咧讲，这收集这古董收集一寡物件，敢若会通去增值但是伊讲，对着即个时间愈来愈久了后，伊所收集这物件的光泽嘛渐渐消失去。而且伊讲，即个物件放伫迄个所在，你若无去甲看，敢若啥物嘛拢无但是伊放伫遐，伊嘛无啥物款的即个影响力所以伫即个阶段，伊讲伊嘛无得到真正的快乐。第三个阶段就是伊人生累积的财富愈来愈侪嘛真做是一个企业家，所以伊有钱会通去买球场，有钱会通去买一个球队。我想这可能真正真无简单但是伊讲，当伊法度买球场、买即个球队，伊感觉伊嘛无法度伫迄搭遐得到真正的即个快乐。第四个阶段就是有一摆有一个朋友，伊也讲，某一个即个机构，伊遐有需要真侪即个轮椅是毋是你有法度会通去诚做因的帮衬买我轮椅来诚做迄搭遐的囡仔的即个帮衬这对伊来讲是真小小可一丝仔钱来讲这当然无问题然后伊就买了亲手送，将这物件送去到即个机构遐，互这迄个行动无方便的囡仔。这行动无方便的囡仔，当接受到即个轮椅了后，哇！伊这囡仔伊迄款的快乐，互伊真感动。这较早伊毋捌安尼有即款的感受过。然后当伊要离开的时阵，
有一个囡仔去摸着伊的骹，一直咧甲看，爱想讲，即个囡仔是毋是佮有啥物款的要求？吼，对我佮有啥物款的即个需要呢？爱就甲问讲，啊，你是毋是佮有啥物款的需要？啊，囡仔只不过一直甲看，讲我要斟酌甲你看，因为安尼，当有一天我去天堂的时阵，我才有法度会记起你的面。迄个囡仔即句话，互伊真大的感动。这就是第4个阶段。伊讲伊人生有真侪这财富，头前安尼努力，有法度去拄到啥物法，但是这无法度互伊得到真正的快乐。互伊得到真正的快乐，是伊感受到伊所赚的钱会通去真侪人的帮衬。当伊帮衬人的时阵，伊发现伊的生命真正是遮有价值，因为伊会通去帮衬遮的囡仔。所以人生上快乐的代志，毋是你赚偌济钱，毋是你拥有偌济，乃是你的生命是毋是有活出即款的即个影响力。马可福音记载伫第10章，佮记载一个财主吼，即个财主是少年财主吼。即个故事是安尼讲，当耶稣伫路年时阵，有一个少年财主，伊走来找伊，爱跪伫伊面头前讲，就是良善的即个老师，我爱做啥物，才我都得到永远的即个活命。耶稣看到伊，心内真介意伊吼。就讲你个欠缺一件，就是去卖掉你所有的这个产业，将这个钱来奉献或者来送养的人，安尼你就通去将你的财富积聚伫天里，然后来归对我。迄个少年财主听了后，伊就怎啊离开，因为伊真好囝吼。伫圣经咱会通去看到耶稣真介意这个少年财主。伊希望这个财主会通去放下一切，会通去来跟对伊。但是咱看到这个少年财主，伊将伊生命的第一位是放伫个金钱，毋是放伫个主耶稣，所以伊就安尼离开，伊就安尼失去了跟对耶稣的机会，失去了甲耶稣佮建立更加亲密安尼的这个关系。这是真可惜的。咱看到伫圣经，这个少年财主只有一摆的机会，会通去跟对主耶稣，但是因为伊安尼决定，伊就无机会会通去继续来跟对主耶稣。所以咱的决定，咱一开始有讲，咱的决定是会造成后壁所有造成的种种的原因，就是因为咱的决定。咱会做安尼的决定，就是因为咱所看重的是甚物，所以你会做安尼决定，这是一个价值。所以透过安尼，咱嘛要来思考，就是当咱咧找工课、找头路的时阵，我够将我的敬拜的这个时间，甲主3千斤的时间，放伫第一位。当咱咧读册、追求成绩的时阵，咱够将这个主放伫咱的这个计划中间。若是无的时阵，咱安尼咱看遐个还袂捌主耶稣的人，有啥物款的差别？所以咱做一个主耶稣的这个军队者，伊的囝儿，伫咱做工课的时阵，伫咱咧读册的时阵，咱就爱将主放伫咱生命中的第一位，放伫咱的这个计划中。有时阵嘛，拢会鼓励教会的青少年，就是你以后要读大学、研究所，你要读什么科系，你嘛爱去思考。我读这不单单是要追求我的梦想，追求家己的这个生活，就是伫这个行业顶面，我会通去为主，会通去来做什么？有的人做工课了后，拢会用这个年休吼，还是特休，咱会请假出去旅游去佚佗。因为一当安尼咧做工课，事实真忝，事实真无用，所以咱会替咱安排一个旅游，出去佚佗安尼即个时间，这真好。
但是要提醒咱，就是咱嘛通去思考，就是伫咱诶生命中，咱感觉为着主，还是为着事工，咱嘛是请咱的特效，用咱的年假来咧服侍。我想咱会通去透过安尼，咱彼此，咱会通去来做伙来提醒，做伙来反省，嘛做伙通去来努力。愿咱无论咧做甚物款的即个决定的时阵，咱拢会通去将上帝放伫咱生命中的即个第一位。当主呼召咱的时阵，亲像即个少年财主的时阵，咱嘛会通去回应主的即个呼召，咱愿意会通去来跟对伊，无失去甲主同行的即个机会，互咱的生命真正会通去互主来使用，亲像迄个好野人共款，伊会通去诚做遐个需要帮助遐个囡仔的一个帮助。咱的信仰面临即个世界的文化，也是价值的即个下体，真大的即个冲击。这条当是一个少年人爱伊看到即个世界安尼，咱的人生，咱拢会真多对伫家己的期待、家己的计划、家己的即个愿望，伫家庭、伫婚姻、伫金钱、伫财富进程，所有遮的物件，当咱人生要做真重要的决定的时阵，我想咱的身躯边的人，嘛拢互咱真济的即个建议，就是咱要做即个工课，拢哇，这做啥物会较好啦？安那咱会真济遮的即个决定。有时阵你要有个囡仔要去教会服侍时阵，你着爱迄落毋通开伤济时间伫倒，还是创啥呢？我想咱要做任何一个决定，也是甚至伫教会嘛捌听过即个咧男女咧交往爸母有真侪无共款的即个看法，安尼伫内遐咧讲，就是咱要做任何的决定，我想咱身躯边的人拢互咱真好的建议，嘛真侪的即个建议。但是咱除了听遮个人的一个建议了后以外，咱是毋是有来听主上帝的一个声？是毋是有咱听真侪人的意见了后，咱有一个时间，咱是安静，咱是祈祷，将这交托主，讲主啊，你我爱安那，你爱我安那做，望主你会通去带领，是毋是有做安尼？将咱的遮个主耶稣来交托互主。诚做一个基督徒，毋通互世界来影响着咱的价值，因为咱深知咱的生命的主权是在伫上帝，毋是由即个世界的潮流还是思想来带咱行，是爱互咱的主上帝来带咱行。咱所拥有的一切，是主上帝的，是伊白白赏赐互咱的。伊赏赐互咱遮多，伊爱咱做的是甚物？伊赏赐互咱遮多，咱是毋是完全无保留安尼？咱来奉献，互主诚侪人的帮助，也是咱为着家己来保留偌济？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伫咱生命中真好的旨意甲计划，伊嘛赏赐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典、恩赐甲才能，